3月份打仗佢又跌，而家話和平啦，佢又係跌。今年年初黃金去到5000幾蚊，跌翻落嚟都斬咗30%啦。我對黃金嘅短期睇法咧，我認為未見底嘅嚇。嗱，呢度我想問下 King Sir，咁首先作為黃金啦，其實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嘅一啲產品啦。其實黃金而家嚟到4000蚊關口，咁有冇機會話4000蚊都補唔到咧？因為其實最近一啲大行啦，例如大摩啦，咁佢都講緊話未來今年嘅一個黃金嘅目標位，可能要降到去3800呢啲關口喎。咁其實今年年初黃金去到5000幾蚊，跌翻落嚟，其實都斬咗30%啦。咁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避險資產啦，咁但係而家好似打仗嘅時候，3月份打仗佢又跌，而家話和平啦，佢又係跌喎。咁究竟咩原因咧？我對黃金嘅睇法咧，我講講我自己嘅兩個關鍵嘅節點嚇。咁啊，先講個中趨勢先啦。其實中長趨勢咧，其實我哋喺今年1月份咧，喺我哋社群內部，我同大家去做研究講話嘅時候，我都認為我哋一月下旬咧係26、28號呢啲區間咧，我當時對黃金嘅階段性高位咧，我係比較謹慎嘅。包括白銀咧，當時我哋都做咗一次，就係喺佢未有跌出嚟之前，我都係認為係階段性個做空嘅機會。40幾年嚟最大嘅一次單日大跌咧，我哋係提前咗應該有3個交易日之前就揾到呢個位出嚟。其實嗰陣時點解我會認為嗰啲位係會咁樣咧？因為嗰陣時最大嘅呢個動盪嘅原因就係黃金短期嘅中趨勢價格，其實從去年漲到今年第一季度已經係太高啦。仲有就係其實成個嗰個貨幣政策嘅預期咧，我哋都記得下喺舊年年底咧，預期成年咧樂觀情況下，全年可能會有4到5次嘅降息嘅。咁當然我喺嗰個跨年度策略分享會咧，我同大家都有少少潑潑冷水嘅。我認為今年咧樂觀情況下有2到3次嘅降息咧，其實已經係即係好多噶啦。甚至乎謹慎情況下咧，可能就係只得一次啊，甚至乎最多2次。咁而家嗱，2026年6月份已經只不過已經行到去而家年中啦。咁對於黃金嘅價格，點解中期我哋能夠揾到個階段嘅高點，同埋短期而家個市又跌成咁樣咧？其實黃金最重要嘅一個佢嘅功能，從呢個叫做市場嘅過往嘅幾廿年嘅經驗，佢就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避險資產同埋抗通脹嘅一個叫做資產。咁其實對於而家個市場嘅最大嘅一個叫做推動因素咧，唔係話個市場唔打仗啊，或者各方面，係最重要係成個貨幣政策嘅預期發生咗根本性嘅逆轉，即係原本都覺得可能今年仲係差差地，仲係會降一降息，咁但係而家個預期係喺新任掌門人上台之後咧，佢嘅預期係會話俾你聽，我哋今年可能會加息啊咁樣，甚至乎概率仲要係好大啊咁樣。咁對於黃金，佢最重要一樣嘢，佢係無息資產。咁所以佢最大嘅一樣嘢就係抗通脹同埋去抗風險。咁短期嚟講，由於嗰個叫做流動性預期，其實係大於嗰個叫做地緣政治嘅風險性預期，所以個市仲係喺呢個位置咧，叫做繼續持續震盪去跌一跌。我對黃金嘅短期睇法咧，我認為未見底嘅嚇。我認為喺而家呢個位置下邊，短期仲可能要再震盪去調一調整。咁啊，可能具體要去到基本面支撐嘅話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一個時間節點，就係今年嘅一季度。啊，一季度其實全球央行咧都集中喺3月份咧，就大幅度去加過一次倉嘅。咁個平均當其時嘅點位咧，我回憶大概係喺3900美元附近一帶嘅。咁所以個市假如後邊真係唔好彩，要繼續震盪向下調整，我認為黃金價格佢嘅強支撐咧，短期可能係落到去3900到3930美元附近呢一帶會比較概率會有機會係會有比較明顯嘅支撐嘅。係啦，咁嗱，所以啦，咁大家都聽到 King Sir 嘅一啲分享啦，咁啊黃金可能會喺3930左右啦，咁啊就有一啲咁嘅支撐啦，咁所以大家嗱，如果對黃金嘅興趣嘅，咁都可以去關注翻啦，咁同埋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社群啦，咁啊 King Sir 都會到時去即時咁同大家去分享翻啦。